點解千雪 BB 成日被傳退出㗎？之前已經傳過佢俾大台冷落，心灰意冷嘅佢走去讀中大碩士。最近又有周刊話佢報咗城大2年全日制法律博士課程，鋪路做律師。今個暑假仲喺律師行實習咗幾個月，做全職學生又點拍劇呢？仲傳佢唔續約 TVB， 唔通真係退出？千雪 BB 短信回覆傳媒就話係9月開始上堂，不過同公司仲有約，所以都會繼續工作，希望可以兩者兼顧咁話。香港地讀碩士博士真係唔平㗎，好彩千雪 BB 係贏在起跑線。出身小康之家嘅佢，8歲時成家移咗民去加拿大，19歲阿爸已經送咗2層樓俾佢，一層係愉景灣，一層就係佢而家住緊嘅小西灣南灣半島，2個單位市值成2000幾萬㗎。一邊住一邊收租，唔怪之得佢喺大台唔係咁多公開，每年都俾得起6位數嘅學費啦。原來有得收租幫補下。不過千雪 BB 唔係淨係俾錢，佢每晚用成700個鐘溫書，真係好勤力㗎。